搁剩9天就要投票咯，因为中选会规定讲，确诊者是袂当出门去投票。国内人权团体就表示讲，投票是人民基本的人权，因呼吁政府应该爱赶紧找出变通的办法。 选举投票是民众权利，所以台湾人权促进会等民间团体认为，11月26高算可能有30万个确诊者，因为5+N 的规定未当投票，是违反基本人权。即期为什么考生确诊通考试，但是民众确诊却无法度紧急配套？针对这些考生，他们是要在考场整整2个整天，我们的教育部都有办法办到。 但投票这件事情是几分钟的事情，但我们的中选会、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却没有办法有任何的配套措施。民间团体嘛以日本、韩国等国家为例，表示像日本就予确诊者通信投票，韩国嘛以分流投票降低感染风险。认为咱的政府无成以上可能的解封，就限制确诊者投票，违反比例原则，嘛呼吁中选会选择中性思考应变的方式。 比方说，在各投开票所的这个外围，然后用这个就是帐篷或是围栏，或是这游览车等等的任何的一种可行的一个方式，好让这个确诊者好可以在这个4点前，然后到这个指定的一个地点集合。 民间团体表示，到8月选举投票日进前，中选会拢也有时间紧急对策，和投票权甲防疫双赢。但若政府也唔管让步，可能会引发人民透过宪法法庭提起实宪进行救济。目前要照原本的计划，若有进一步规划，会搁再宣布。记者陈伟小凯台北采访报道。